日本的铁道专家受到交通部邀请来台湾访问，前去台铁的复工基地了解道路故号事故了后的改善。罹难者家属团体的发言人王美君说伫车厢发现讲有亲像罹难者的头壳骨。王美君是讲事故发生2冬外咯，都有这款代志，因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讲真遗憾，铁路警察今仔早起就去现场搜证 ，DNA 检验的结果会个对外公布。 怎么可以这样？你说头盖骨难怪我们都拼不回来啊！顶个月底，交通部邀请日本铁道安全专家重返台铁复工基地，结果泰鲁国号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说，伫个当时受损上严重的第8节车厢，找到一个敢若是罹难者的头骨。这一看就是头盖骨啊，是不是？ 这谁的头盖骨让它遗留在这里？王美君艰苦练目屎，因为泰鲁国号事故拢已经过881天，不过还阁有罹难者无法度好好回去厝的。初透早，王美君出席台铁安全改革研讨会，呼吁行政院要出面做好灾害防救指引。在整体灾害防救上面的一个流程上以及指引上的不足以及不完备。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指引是能够很明确的，未来不论发生事情的时候，它就一定还是荒腔走板，还是会有人没有办法完整的回家。遗物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重要，这是家属跟罹难者。 他其实是最后一个可以连接。目前头骨已经交予检警验 DNA， 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真遗憾无法度予罹难者入土为安。今日透早，铁路警察会伫个现场搁一摆搜证，结果同款伫个第8节车厢，搁发现敢若有4块头骨，还搁有罹难者的手机啊。一定要整个过程要特别的这个严谨来看待这个事情。王理事长他也特别看到有医务，然后也发现这个状况我想说。 就把问题找出来，我们来检讨改善。因为进前传出台铁局长杜眉会伫个台铁公司化了后才当署长，外界关注头骨事件敢会影响当署长遴选。王国材回应，当署长会当带领台铁公司化，互员工拢会当信任，袂安尼影响遴选。记者综合报道。